好来，乡亲啊，搁11天就要投票咯。这届大选的民调，阴暗番12点进入1月初1，就开始来封关。有这个平面的媒体、网络的媒体，拢赶伫咧封关进前来公布总统大选的民调。结果蔡英文赢韩国瑜拢赢真多，这民调是毋是有准？1月11票开出来就会知。1月初民调封关前，网络媒体公布总统大选上新民调，蔡总统支持度48.1%，韩国瑜23.4%，亲民党宋楚瑜是无到1成。泛蓝里面呢，蔡英文还可以得到9.3%，那中间选民的话呢，31.8%是支持蔡，8.2是韩，表示说蔡的确在中间选民这一块是大获全胜啊，所以说蔡英文的确是大于民进党，而韩国瑜小于国民党。另外一个平面媒体民调嘛显示，超过4%是挺绿赢，15.4%是支持蓝赢，6.3%支持亲民党的宋怡佩。蔡英文领先韩国瑜是33.2%，不过韩国瑜呼吁民调盖牌了后，12月初未表态有23.4%。9月底29.7%，其次是未表态韩粉，加回予郭建佩支持度对15.4%，升到21.7%。台中的这种整个集会哈，那选民的热情对他显现出来的热情，相对于蔡英文读稿机的这种回应，韩国瑜现在的这种整个的气势哈是非常强的，是胜利有望的。民调封关了后，各方定赢会把握机会，全力冲线，伫1月11就知影。